來看南投縣民間鄉焚化爐這案呢，今仔日是繼續來開環評的界定會議。自救會是表示講，這環境部空污擴散的模擬資料呢，其實有真濟，但攏是無合理的，所以要求要改由這環境部空氣品質模式資源中心來協助做這空污的模擬，避免南投縣環保局做救援擱兼裁判。民間焚化爐環評連續會拜三繼續開會，環團一現場要求新工代替方案，唔通擱浪費時間。物力、人力、財力都是浪費在這上面，萬一確定不是在民間的話，這些所討論的完全是一場空，對不對？是不是應該我們要先討論這個替代方案才對？不過會議主席認為，要先討論定好的議題，後一步開始討論代替方案。雙方意見無同。另外，一開會進前，環團嘛主張環境部的空氣污染擴散模擬模式所提供的資料有真儕所在無合理，要求改由環境部空氣品質模式資源中心來協助進行空氣污染模擬。避免南投環保局救援兼裁判。這個 ALMO 模擬的方式，就是伊有唔對，這個資料有無合理的所在，模擬出來的這個污染的點，甲污染的量，攏是可能真無正確，就是講咱的污染真大，結果呢，伊模擬出來，的量是無正確的，所以。伊盡可能就會通過環評。依照進前環境部的法令阮有3種的模式會當做模擬包括這個 ALMO 的模式，還有網格模式跟那個軌跡模式阮環保局你昨昏的會議嘛有承諾，阮3個模式攏會進行模擬的動作，希望會當完全來模擬這空氣污染會造成的影響。所以阮環保局是足有誠意，會用3種的模式來做模擬。環團強調 ，ALMO 的模擬模式是對美國發展出來。美國是一個地形平平的大陸國家，這款模式無適合山狹窄的南投。不過南保局回應會用多種模式，袂只用一種，而且會公開透明。記者安秀南投報道。